如果近年嚟講就個個個收益或者個利潤就擺咗重啲喺嗰個電嗰度，但係始終電都係呢個 AI 配套嚟嘅，配套咧就你首先又要跟翻個 AI 個潮啦，個潮如果喺度就有啦，個潮唔喺度咧就一樣會跌嘅。咁只不過就話個 AI 潮嚟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又冇啲 AI 股升咁多相對嚟講，電咪就係 AI 用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跌嘅話咧，其實AI 可能會縮得好快嘅，但係電嘅需求又未必會縮得好快，咁佢係屬於一個穩定啲嘅一個形式咯。咁而家就真係喺個通道頂度，咁所以而家唔係好係時候咯。咁如果話翻通道底嘅話咧，呢度睇。